后来按照这个鼓励，新娘要出嫁，就要为车顶挂一支花线，表示讲，甲做查囡仔歹性地拢甲单掉。不过家己有一个新娘真霸气，伊毋是挂花线，是挂这个电风。这嘛，互大家真好奇咯。这个新娘的性地到底有偌歹？礼车顶悬新娘甲一只电风弹出来，慢慢伫后壁接掉咧。两个人的表情，一个人轻松，一个人紧张，强烈的对比真趣味。妈妈就说我很傲娇，就是因为我是长女呢，就是脾气比较差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有想说，就是跟妈妈说，那我就丢一台电风扇给你。那时候是试探性开玩笑跟妈妈讲。新娘讲伊讲话伤直，惊嫁过去了后定定得罪，所以伊感觉讲等开线无够看，爱等电风才有够分量。新娘和伊翁婿是透过手机的游戏熟悉恋爱的，无想到讲当初讲生笑的，大家拢讲这主意袂歹哦。出嫁即天就真正安尼做。阮这女儿吼，头脑很棒嘛，教你花样她都会自己想嘛。讲到查囝，妈妈足满意的，原本传统的风俗嘛，因为安尼有新意。过去嘛有民众弹出规支的佚佗物仔步枪，表示讲家己嫁过去了后，讲话毋通去亲爷爷遐尼险，嘛有救援队员结连理，弹出救生衣含无线电，希望这些设备拢用袂着，出入部一切平安。大家发挥创意，嘛互婚礼一生难忘。